么样，他们还是哭。特别是我妈，一听到我声音就哭，对啊，就说不出话来。夺冠以后那个几天不是电视里天天放他嘛，对吧？我看到一次哭一次，就是特别那个，我不能忍受那个慢镜头，对吧？他那个眼珠的吧，哎呦瞪出来，那个脸上的肉在发抖，那个慢镜头，好像2个星期，每次看到这个镜头，就会情不自禁的泪水，鼻子一酸，眼泪会下来，就是很好像舍不得他哦，小孩要这样拼啊，那个脸上的肉在颤抖，那个眼珠要弹出来。他们就每当看到我长大，就轮流哭啊，这个爸爸哭好了啊，那个妈妈哭好了，他们忍不住的。这刘翔拿了一个世锦赛的第3名嘛，我们单位还给我了，给你1000，把我的红包1100块。我以为就是给我1100块，我那个财务别搞错，人家给1000块，你们给我1100干嘛？是的，是给你1000啊，110米嘛，不是1100嘛啊！当时就是飞机一降落到北京的时候，我还稀里糊涂呢。我一看门外这么多人啊，反正一刻都没停，照相啊！我那段时间我不知道照了多少相，谁照了照相我都就感觉整个人有点像机器人的味道。后来我们区里面派了一个车子，还有一个敞篷车在我们区里面游街，笑死我了！我就看到所有的马路，这里是以前我小学的地方嘛，旁边都是人，刘翔，好样的，都是好棒啊，好棒！我想我怎么会这样？我那个时候一下就傻掉了，但是是真实的事情，就所有的老百姓都到街头上来去为你欢呼，我感觉那个是很感人。那个时候我就感觉2个手基本上没有放下来，半个小时没有放下来，就这样，我一下来麻了，手不能动了。不管是上海的还是外地的一些记者，就家里都欧满了。对，那个时候还是老房子嘛，因为家里都很满的了，已经这个楼梯口都是满的，整个小区里面都是满的了。那个场景我也说不出来，就是都是人，对啊，所有的人拿个标符在楼底下喊你名字，叫你出来，就都希望来摸你一把，都希望抓你2下，就是抓得很疼啊，但是你也没办法叫啊，对，你只是忍住啊，好，你抓，没办法。当时还去比赛呢，在那个合肥，我记得是全国锦标赛，那个时候罗主任一定要去，因为奥运会回来特别火嘛，想带动一下田径的那些市场效应啊，对啊，一进比赛场，没想到这么多人，就是小小的体育场全是人，密密麻麻的，哎呦，那下很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旁边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几个穿黑衣服的，对吧？就这样，那你怎么受得了？就旁边的所有的老百姓都来提你，叫你名字，你要不断的跟大家打招呼啊，哎呀，你好，反正我觉得大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怎么没人去理解我？对啊，我觉得我怎么活得这么累？有一次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他在我的前面坐着，那是很大的活动。结果前面很多民运队进去了以后嘛，还没有围那么多人，还是少的。结果刘翔进来了以后，整个中间那一排里面全部围得水泄不通。然后有一个小孩就在旁边大叫着：“刘翔，哥哥，刘翔哥哥！”被一个妈妈抱着。这个时候刘翔千万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他就回过头，他说：“请把那个小孩那根线给我。以人为善，对人非常好。他能够知道我们这个领队为他服务领队的生日，他已经大牌明星了。到了生日的时候，他会寄个贺年卡给人祝生日快乐。”我的办公室主任跟我说过一件事情，我也很感动。他们为他服务，结果那天他就看到了这是一个女同志，手上大概冬天有点干燥，他就告诉他说：“你得擦点油，
关的是会开裂的。我觉得这次刘翔今年在洛桑的世界纪录之后，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的境界完全不一样，对比赛的理解不一样，对对手的理解不一样。如果说奥运会看到跑道上的刘翔是一个有杀气、舍我其谁的霸气的一个当时站在起跑线上像一个雄狮一样，那现在我觉得每一场比赛对他来说，他都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表演。整个田径场是我的一个舞台，我在表演给你，然后所有的对手都是跟我一起表演的。本来其实也都是朋友，我也没有把别人当做什么对手，其实互相都想赢比赛，那谁发挥好了不就完了吗？那比完下来，反正就是给第一名的祝贺，那就是这么简单。关键是大家开心啊，如果不开心的话，看着好像敌人一样的，这有意思吗？没意思。反正都挺开心的。我们跨栏这个圈子现在都还好，国内的国外的都不错。在田径场上，运动员跟教练员反目的情况特别多，但是在刘翔跟孙海平教练的相处当中，看得到一个运动员从一个普通选手到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一个成长过程。他不但是一个做运动员，他也是个做人的一个过程。反而从他身上能学到很多事情。他的水平越高，取得成绩越多，人变得越平和。奥运冠军之后，反而他更加注重这一点，尊重记者，尊重教练，尊重所有的人，包括对手。在交流当中，我就跟刘翔说，我说这个洛桑对你来说又一个神奇的地方啊，世界青年纪录在那儿，世界纪录在那儿，国际奥委会总部也在那儿。将来退役之后去国际奥委会工作吧，当第二个布博卡吧，这很适合他。我觉得刘翔应该走这个路，我觉得他的悟性，他的素养，完全可以将来从事奥林匹克运动，以他的影响力来带动这个项目这项运动的一个发展吧。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危机谱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终于落下手指符的那首歌，我的这个是100天，哦，这个是30天，这个是100天，小时候漂亮吧？看着，哎，酷啊，没话说了，真的，我也不知道其实。Melody， 脑海中的旋律转个不停，爱过你，有太多话忘了要告诉你。Melody， 无数动人音符在我生命，爱过你，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你。不是昙花一现的，我也是把世界纪录去破了。